你有冇諗過一個人嘅身家可以多到咩程度？我話俾你聽，8000幾億美金，你冇聽錯，係8000幾億美金。呢個數字大到咩概念呢？大過好多國家一年嘅 GDP。波蘭成個國家一年先生產7500億美金嘅嘢，佢一個人嘅身家仲多過人哋成個國家。呢個人就係 Elon Musk，而家全世界最有錢嘅人，而且係人類有史以來最有錢嘅人。但今日我想講嘅唔係佢嘅錢，而係佢背後嗰個癲到你唔信嘅商業帝國，由地底轉到你腦入面，再由地球射到去火星，中間仲要整埋晶片同 AI。呢個人到底想搞咩？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如果你仲未訂閱，記得撳下訂閱同埋個鐘仔。今日呢條片我會幫你由頭到尾拆解 Elon Musk 嘅6大版圖。我哋會講 Terafab、SpaceX、AI、Tesla、Neuralink， 每一個都夠晒震撼。你會發現呢啲公司唔係各自獨立，佢哋係環環相扣嘅，就好似砌一個超級大拼圖咁，每一塊都有佢嘅位置。好啦，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哋由最新鮮滾熱辣嘅嘢講起，就係今年3月先至公布嘅 Terafab。Terafab 係咩嚟嘅？簡單嚟講，就係 Elon Musk 要自己起一間晶片廠，唔係普通嗰種晶片廠。佢自己話係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嘅晶片製造計劃。呢個計劃係 Tesla 同 SpaceX 同 XAI 3間公司聯手搞嘅。設廠喺德州 Austin， 預計投資200至250億美金，目標係每年生產1個 terawatt 嘅 AI 運算力。1個 terawatt 係幾多？即係1萬億瓦特，差唔多等於成個美國全部發電容量。咁點解 Musk 要搞呢樣嘢呢？因為佢話而家全世界嘅晶片廠加埋都只係供應到佢公司未來需求嘅2%。你諗下 ，Tesla 要做幾百萬個 Optimus 機械人，每個都要用晶片。SpaceX 要射幾百萬粒衛星上太空做數據中心，每粒都要用晶片。XAI 要訓練超級大嘅 AI 模型 ，Grok 都要用晶片。所以 Musk 就講咗一句好經典嘅說話，大意就係唔係我哋起 Terafab， 就係我哋冇晶片用，而我哋需要啲晶片，所以我哋一定要起。呢間廠最特別嘅地方係佢係垂直整合嘅，即係由設計、製造、封裝到測試，全部喺同一個地方搞掂。Musk 話而家全世界都冇一間廠可以咁做到嘅，佢要做第一個，而且就喺4月7號 ，Intel 正式宣布加入 Terafab 計劃。Intel 嘅 CEO 都公開讚 Musk 有改變成個行業嘅往績。不過我要講句公道說話，好多半導體業界嘅專家都好懷疑呢個計劃做唔做到。Morgan Stanley 估計成個項目最終可能要350億到450億美金，而且就算順利，都要到2028年先出到第一批晶片。有分析師仲話，如果計埋未來全面投產嘅話，成本可能高達5萬億美金。而且 Tesla 自己嘅往績都令人擔心。2020年 Battery Day 講嘅嘢到而家都未完全做到，都租超級電腦計劃搞咗幾年，去年仲話搞唔掂要解散。所以 Terafab 到底係改變世界嘅偉大計劃，定係有一個太早講嘅大餅呢？老實講呢，我覺得兩個可能性都存在，但唔理點都好，單係佢肯落200幾億美金去做呢件事，就已經好值得我哋留意。好啦，講完晶片，我哋上太空，講下 SpaceX。SpaceX 可以話係 Musk 成個帝國嘅核心嚟嘅。而家佢正準備今年做一件驚天大事，就係 IPO 上市。SpaceX 已經喺4月1號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咗保密上市申請，佢哋目標估值係17500億美金，即係1.75萬億，計劃集資750億。如果成事嘅話，呢個會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 IPO， 打破晒所有紀錄。之前最大嘅係沙特阿美嗰次，先集資294億。SpaceX 嘅目標係佢嘅2倍半。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 SpaceX 打算俾30%嘅股份分配俾散戶投資者，呢個比例係華爾街正常做法嘅3倍。點解 SpaceX 值咁多錢呢？最大嘅功臣就係 Starlink。Starlink 而家係全世界最大嘅衛星互聯網服務，到2026年2月已經突破1000萬用戶，而家有超過1萬粒衛星喺低軌道飛緊，覆蓋全球超過150個國家同地區。分析機構 QT Space 預計 SpaceX 今年全年收入會去到200億美金，其中大部分嚟自 Starlink。你知唔知咩概念？2020年 SpaceX 全年收入大約20億美金，6年之間翻咗10倍。而且 Starlink 唔止做家用寬頻，而家連航空公司都爭住裝，英航、漢莎、阿聯酋航空、大韓航空全部都簽咗約，要喺佢哋嘅飛機上面裝 Starlink。想象下你坐飛機都可以用高速上網，呢個就係 Starlink 帶嚟嘅改變。除咗 Starlink 之外， SpaceX 最令人興奮嘅一定係 Starship。Starship 係人類歷史上最大最勁嘅火箭，超過400尺高，設計目標係完全可以重複使用嘅。截至去年10月 Starship 已經飛咗11次，6次成功，5次失敗。2025年一共飛咗5次，雖然頭3次嘅上面節都炸咗，但最後2次完全成功。而家 SpaceX 準備緊第12次飛行，
將會係全新嘅 V3 版本首飛。V3 版本更大更強勁。Musk 喺3月話，大約4個禮拜之後會首飛。不過最新消息延到5月 ，SpaceX 已經喺 Starbase 完成咗第2個發射台嘅建設，仲做咗第一次靜態點火測試。如果 V3 首飛成功嘅話，對6月嘅 IPO 路演絕對係一支強心針嚟嘅。講完 SpaceX，我哋要講一個已經被 SpaceX 收購咗嘅公司，就係 xAI。好多人可能仲以為 xAI 係獨立運作嘅，但其實今年2月 SpaceX 已經用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購咗 xAI。呢單交易入面 ，SpaceX 估值1萬億美金。xAI 估值2500億美金，加埋12500億。xAI 係 Musk 喺2023年成立嘅 AI 公司，佢哋嘅主要產品就係 AI 聊天機械人 Grok。仲有一樣嘢好多人唔知嘅，就係 xAI 喺2025年3月收購埋 X 平台，即係以前嘅 Twitter。嗰單交易 X 嘅估值係450億美金，計埋120億嘅債務。所以而家嘅架構係 SpaceX 下面有 Starlink， 有火箭業務，有 xAI 下面有 Grok同 X 平台，基本上就係一個超級集團嘅結構嚟嘅。講到 xAI 就唔可以唔提佢喺 Memphis 嘅超級電腦 Colossus。呢個設施係全世界最大規模嘅 AI 訓練集群之一。最初用10萬粒 NVIDIA H100 GPU，xAI 仲計劃擴展到至少100萬粒 GPU， 而且已經買咗第3棟建築物嚟擴充。全面運作嘅話，佢哋幾個數據中心加埋需要成2個 GW 嘅電力，夠供100萬戶人家用。不過呢個設施都引起咗好大嘅爭議，因為佢初期未攞到許可證，就已經開咗30幾台天然氣渦輪機嚟發電，搞到附近嘅居民投訴空氣污染。南 Memphis 本身已經係一個以黑人社區為主嘅地區，長期受到工業污染影響。xAI 呢件事被好多環保團體同當地居民鬧到飛起， NAACP 仲發咗起訴通知書添。除咗環保爭議之外， xAI 仲承諾過會起一間8000萬美金嘅水資源回收廠，但就喺幾日前有報道話，呢間回收廠已經無限期暫停咗。如果唔起嘅話， xAI 同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會繼續從地下含水層抽取幾十億加侖嘅淡水。呢個含水層仲係當地居民飲用水嘅來源嚟嘅，所以你可以想象當地人有幾嬲。老實講， xAI 嘅技術同規模係好犀利嘅，但佢處理社區關係嘅方式真係令人好失望。做一間改變世界嘅公司，同時傷害到最弱勢嘅社區，呢個係 Musk 帝國入面一個好尖銳嘅矛盾。好啦，我哋由雲端落返嚟地面，講下 Tesla。好多人覺得 Tesla 只係一間電動車公司嘛，但 Musk 自己話電動車只係 Tesla 嘅一小部分。佢喺2025年9月講過， Tesla 大約80%嘅價值最終會嚟自 Optimus 機械人。咩嚟嘅 Optimus？ 就係 Tesla 研發緊嘅人形機械人，而家已經發展到第3代啦。Musk 話佢已經識行路，不過需要收下尾先可以公開展示。Tesla 已經決定停產 Model S 同 Model X， 將 Fremont 工廠嘅生產線改建做 Optimus 嘅製造線，目標產能係每年100萬部機械人。而德州 Giga Texas 甚至計劃1000萬部嘅產線。Musk 仲話預計2027年底開始向公眾出售，每部定價大約2萬到3萬美金。你可能會問，一個識行路嘅機械人有咩用呢？第3代 Optimus 嘅雙手已經有50個驅動器，比第2代多咗4倍半，可以做好精細嘅動作。Tesla 嘅 AI 副總裁 Ashok Ellaswamy 同團隊傾過，話2026年會係佢哋職業生涯中最辛苦嘅一年，因為佢哋要用模仿學習嘅方式，即係機械人觀察人類動作，然後學識去做一樣嘅嘢。想象下，未來你嘅工廠入面有幾百個 Optimus， 24小時不停做嘢，唔使出糧，唔使放假，唔會攰。呢個唔係科幻小說嚟嘅。Tesla 今年第2、3季就會開始喺 Fremont 工廠部署 Optimus 做實際測試。如果成功嘅話，可以大幅降低 Tesla 嘅生產成本，間接影響車價。而 Musk 嘅終極願景係有一日 Optimus 嘅數量會多過人類，幫人類做晒所有冇人想做嘅苦工。講完 Tesla 嘅機械人，我哋而家入去人類嘅腦入面，講 Neuralink 係 Musk 旗下嘅腦機接口公司。佢哋做嘅嘢好簡單講，就係喺你個腦入面植入一塊晶片。聽落好恐怖，但對於全身癱瘓嘅人嚟講，呢個可能係改變一生嘅技術。到而家為止，Neuralink 已經喺美國做咗3個人體手術，全部都成功運作緊。第一個接受手術嘅 Nolan， 佢完全癱瘓，但而家可以用腦電波控制電腦、游標、打機、上社交媒體。第二個叫 Alex 嘅病人，佢可以用腦波控制一隻機械手玩包剪揼，仲可以遙控 Tesla 嘅 Optimus 機械人嘅手嚟喐。仲有一個叫 Brad 嘅 ALS 患者，佢已經唔識講嘢，但個植入物令佢可以喺室外同人溝通。2025年係 Neuralink 大躍進嘅一年，佢哋攞到 FDA 嘅突破性醫療器械認定，專門針對語音恢復技術。臨床試驗已經擴展到美國以外，英國、加拿大、阿聯酋都開始做。英國嘅第一個參與者 Paul 植入手術之後，
幾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可以用腦波控制電腦。Neuralink 仲喺2025年6月籌到6億5千萬美金，估值去到90億。佢哋嘅下一代手術機械人亦都出咗，每條電極線只需要1.5秒就可以植入。Musk 嘅目標係將呢個手術做到好似 LASIK 激光矯視咁簡單，幾分鐘就搞掂。長遠嚟講，Neuralink 唔只想幫殘疾人士，佢仲想做人類同 AI 嘅直接接口，令人腦可以同 AI 並行運作。好，嗱，講到呢度，你有冇開始感覺到一幅好大嘅圖畫浮現出嚟？我幫你整理下。Terafab 負責製造晶片，呢啲晶片會用喺 Tesla 嘅車同 Optimus 機械人入面。同一批晶片嘅太空版本會放喺 SpaceX 嘅衛星上面做太空數據中心。呢啲太空數據中心會運行 XAI 嘅 Grok 模型，提供 AI 服務。Starlink 負責將所有嘢連接起嚟，提供全球通訊網絡。Neuralink 就負責人類同呢個系統之間嘅最後1里路，直接腦機連接。Tesla 嘅 Optimus 機械人負責物理世界嘅勞動力。SpaceX 嘅 Starship 負責物流運輸。你睇到未？呢個係一個閉環生態系統嚟嘅，由晶片到太空到人腦，全部打通晒。咁 Musk 嘅財富到底去到咩程度呢？到2026年4月，Forbes 估計佢嘅身家大約811億到839億美金，Bloomberg 就保守啲，估大約636億。差距主要係因為計 SpaceX 呢啲未上市公司嘅估值方法唔同，但唔理邊個數字都好，佢嘅財富同第二名之間嘅差距已經去到400到600億美金。以前第一名同第二名嘅差距通常只係500到1500億，而家 Musk 直接拉開到一個歷史性嘅距離。如果 SpaceX 嘅 IPO 順利以1.75萬億估值上市，Musk 持有大約42%嘅股份，單係呢一個持股就值7350億，加埋 Tesla 嘅持股，佢好大機會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個萬億富翁。不過我要平衡翻個觀點，Musk 嘅帝國唔係冇風險。首先，Tesla 嘅電動車銷量增長已經放緩，2026年第一季交付358000部，只係按年增長6%，但同時佢將大量資本投入到機械人同 AI 入面。如果呢啲計劃冇法兌現，股價壓力會好大。SpaceX 嘅 IPO 估值用嘅市銷率高達75到80倍，呢個數字離晒大譜。一般電信公司只係2到4倍，即使係最紅嘅科技公司都少見咁高。而且 XAI 每個月燒錢大約10億美金。如果 IPO 定價低過預期，Musk 嘅身家分分鐘一日跌幾百億。再加上 Musk 嘅時間表出咗名唔靠譜，好似 Cybertruck 遲咗幾年，Optimus 一直跳票。所以我哋欣賞佢嘅願景嘅同時，都要保持清醒嘅頭腦。但話雖如此，你唔可以否認 Musk 有一樣嘢好犀利，就係佢每次都俾你覺得佢做唔到，但最後佢就係做到。2008年 SpaceX 同 Tesla 差啲同時破產，佢攞最後嗰筆錢救翻2間公司。所有人都話私人公司冇可能搞掂可重複使用嘅火箭， SpaceX 做到咗。所有人都話電動車唔會成為主流， Tesla 做到咗。而家所有人都話你唔可能自己起一間晶片廠同 TSMC 競爭。Musk 話我試下。呢種精神，無論你中意唔中意佢，呢個人都係值得尊重嘅。佢用行動證明咗一件事，就係當所有人都話唔得嘅時候，可能就係最值得去做嘅時候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做一個小小嘅思想實驗。假設10年之後，你喺屋企入面有一個 Optimus 機械人幫你做家務煮飯，你坐飛機嗰陣用 Starlink 上網，速度同你喺屋企一樣快。你阿婆因為腦退化而接受咗 Neuralink 嘅植入物，恢復咗部分記憶同溝通能力。你用嘅手機同電腦入面嘅晶片係 Terafab 生產嘅。你打開 X 平台，國幫你分析緊今日嘅新聞。而呢一切嘅背後，有啲貨物正由 Starship 送緊上月球嘅基地，聽落好似科幻電影，但 Musk 就係要將科幻變成現實。當然啦，呢個願景入面有好多唔確定性。Terafab 可能會遲幾年先出到晶片， Optimus 可能冇想象中咁聰明， SpaceX 嘅 IPO 可能會因為市場環境而縮水， Neuralink 要真正普及，可能仲要等好耐好耐。但重要嘅唔係每一個計劃都完美實現，而係呢個方向本身。人類正係一個 AI 同太空探索嘅交叉點上面，而 Musk 就係企喺呢個交叉點正中央嘅人。無論你覺得佢係天才定係瘋子，你都冇辦法忽視佢正喺做嘅事情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學到嘢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哋，同埋 share 出去，俾你身邊對科技有興趣嘅朋友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話，真係唔好猶豫啦，撳下訂閱同埋個鐘仔。我哋會繼續追蹤 Musk 帝國嘅最新動態，包括6月嘅 SpaceX IPO。同 Starship 3首飛，你哋對 Musk 嘅帝國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佢係夢想家定係吹水王？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好想聽下你哋嘅意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